我係何明華會讀銀禧中學嘅 Kelvin，咁我就係喺理型教育度上 Chem 同 Bio 嘅實體班嘅，咁我就係透過呢個朋友介紹去認識呢一度，咁就喺呢度上堂嗰陣時，咁就好多資源可以俾我運用啦。咁唔單止喺上 Chem 堂，咁就有 Compound 嘅立體模型可以俾我將呢一個比較抽象嘅概念去具體化啦，同時都會有呢個網上平台可以俾我去重溫翻任何課堂嘅內容啦，咁就可以俾我喺任何時間或者地點都可以 revise 翻。因為呢個係一個小班教學啦，咁就唔單止有一個比較高嘅互動性，咁同時個上堂嘅氣氛都係比較輕鬆嘅，咁我認為呢個都係有利於學習嘅。教師都會好緊貼呢個學生嘅上堂嘅學習進度啦，咁同時喺課後都會願意去提供呢個額外嘅支援嘅。我記得有一次咧，咁我上堂嗰時狀態就唔係太好啦，咁阿張 Sir 咧佢就都察覺到呢一點，咁喺之後都會關心翻我嘅狀況啊，都會提供翻啲額外嘅課後資源，咁就俾我可以追翻個進度，咁就唔會比較落後嘅。咁我就嗰下就感到好開心，同埋 feel 到佢係好關心佢嘅學生嘅。